HKICL 電子支票傳票服務。登記賬戶篇。咦，你做緊乜啊？入緊電子支票咯。入支票唔係要去銀行入嘅咩？而家入電子支票好方便㗎，只要你間銀行參加咗 HKICL 電子支票傳票服務嘅話，就可以透過呢個途徑存入你嘅銀行戶口。系統仲有嚴格嘅數據保護措施，好安全嘅。咁仲唔快啲教我用？第一次用係要登記㗎。如果你係用電腦登記嘅話，就要去 www.echeck.hkicl.com.hk 喺右上角撳登記，跟住就輸入翻你嘅電郵地址、密碼、自選稱呼、銀行、戶口類別、戶口號碼、自定戶口名稱同埋驗證碼。入好啦，等我檢查清楚先。一個有效電郵地址只可以登記一個賬戶戶口，仲有當你成功登記咗之後，你就可以最多登記30個銀行戶口噶啦。你仲可以加埋其他人嘅銀行戶口，幫佢哋傳票添。明白晒。之後你就會收到一個登記電郵，照住去做就可以啟動個賬戶噶啦。咦？點解我搵唔到封電郵嘅？啟動電郵有機會跌咗落垃圾郵件度噶，記得要睇清楚啊！哦，搵到啦！咁我用智能手機登入電子支票傳票服務，要唔要再登記一次噶？登記咗一次就得噶啦。你可以用翻同一個電郵地址同密碼登入電子支票傳票服務嘅應用程式嘅。咁用智能手機登記又得唔得噶？梗係冇問題啦。首先，你喺智能手機下載翻電子支票傳票服務嘅應用程式，開啟咗之後就可以撳登入或登記。基本上，手機應用程式嘅功能同電腦網頁版係一樣，輸入翻基本資料就得噶啦。哇，簡易又方便，正啊！仲有記住喎，除咗喺每個星期日嘅凌晨1點到5點，或者指定系統維修期間之外，電子支票傳票服務都係全天候運作嘅。登記好啦，等我快啲試用先。